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第11届的传承奖举行着颁奖典礼。经过5个月的审查，主办单位选出着8间优秀的社会福利机构来表扬，希望会当来传送着善念，鼓舞大众，营造美好的社会。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囡仔用心演奏歌曲，希望透过歌声为现场每一位观众带来温暖和鼓励。来自全台湾各地的社福团体同齐见证温暖的时刻。得奖的社福机构代表随也随的重大发表感想，为2015年开办的传承奖，今年已经举办到第11届。今年得奖的有囡仔事务基督教救助协会和玛利亚基金会台湾七头米图书馆等8间社福机构，涵盖离校陪伴、偏乡教育、身心障碍支持、安宁照护、朋友服务和珍惜食物议题等等领域。我们期许所有的传善奖得奖机构，不只是成为更好的自己而已，因为更好还不够，要好到满出来，要满到去影响周围的这些利害关系人。传承奖为今年开始，加码扩大支持每一个得奖的社福机构，会得到当年500万，小连续3年拢总1500万的助赞经费。第11届拢总提供只有2000万的支持，就是为了表扬更加侪有信心要做好公益的社福机构，提供因长期稳定的资源。确实，在这个社会还有一些弱势族群，可能在善终的准备上没有那么的到位，就是希望社会大众能够更关注心智障碍者。因为少子化的关系以及人口老化的关系，其实家庭的功能没有办法再持续的来接住我们这些需要照顾的孩子。传承奖已经累积85间得奖的机构，希望社福机构弱势族群和社会大众之间建立善的循环，将善念传到台湾每一个所在。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